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卢生正好可以开始喽。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台风的夜晚，我们仍然在线上，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的，我们来敬拜的神。让我们一起开口，我们用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让我们大声宣告主荣耀的降临。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权柄归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来尊崇他的，让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他，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来赞美他的。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赞美他，一起来高声唱哈利路亚。
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荣耀尊贵的君王，你是君尊的大祭司，你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都是神你所命定，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于你之外。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在线上，我们仍然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来敬拜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能够蒙神你所喜悦，孩子恭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13章1到8节。第一节，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你看，这是多大的石头，多宏伟的建筑。”耶稣说：“你在欣赏这些伟大的建筑吗？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上面。”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何时会发生这些事？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因而愚弄了好些人。不要为了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惊慌，这些事必然发生，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局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地震和饥荒。这些事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以上，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分享是终局之前大家平安。在这个强烈台风来临的前夕，平安是每一个人的渴望，而世界末日一直是人们好奇的议题。末日究竟何时会来到？末日来临之前是否有什么征兆？需要做哪些预备？我们总期待自己能够跨过末日，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马可福音13章1到8节记载，当门徒看着圣殿宏伟的建筑，不禁赞叹起来，但耶稣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你在欣赏这些伟大的建筑吗？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上面。”其实，末日若临到，我们还有人能够存活吗？那么，知道末日何时来，又能怎样呢？耶稣说：“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因而愚弄了好些人。”当门徒听到这些毁灭的预言的时候，当这4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私下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或许是我们把时间和预兆问清楚，就能够预先做好准备，逃过一劫。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把灾难的情景告诉门徒，其实就是在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这些正在读这段圣经的人，耶稣是胜过一切的主。第7节，他说跟咱讲，咱听到高震甲高震的风声的时，不免惊，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不过终局也未到。所以这边讲到说，终局之前，也就是代表历史的终局还没有到。第8节讲，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也要攻击国家，真侪所在要有地动，也要有饥荒，这个代志不过是随准
抗痛会开始。这边除了战争、地震、饥荒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加上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因为我们一直以为生育率的下降是因为堕胎率的上升，但是在小组的时候，邓医师跟我们分享说，对妇产科而言，是整个的生育率还有堕胎率都是下降的，也就是整个大环境的卵子跟精子的活动力都是下降的。所以他说，现在真正是一个无精打采的人生。第8节告诉我们，这些天灾人祸的终局之前，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那这边提醒我们的2个词，一个是阵痛，一个是产妇。那阵痛代表非常的疼痛，将骨骼肌肉用力的撕开扯开的疼痛。但是阵痛不是终局，终局是新生儿的诞生，是新生命的喜悦。另外一个名词是产妇，产妇在进医院之前，她不会完全没有准备，她会准备好产妇包，里面会装好生产住院的所需要的用品，她会预先安排紧急的联络人，在阵痛开始的时候能够紧急的将她送医，她也会预先安排坐月子的中心或是来照顾她的人手。当她将这些安排好，但是预产期还没到的时候，她不会无所事事，整天发呆，她会每天保持好好的运动，保持好好的营养，也会每天阅读各种将来育儿的知识。我们有一位组员请我们代祷说，因为他刚搬新家，还在整理，所以他每天早上这儿摸摸那儿摸摸，上班就迟到了。我跟他说，你可以先将上班的袋子准备好，再来整理家务，所以时间一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事情丢下，上班的袋子提着，你就可以出门了。弟兄姐妹们，产妇会为了新生命的诞生做充足的准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岂不更该为永生、为新天新地做充足的准备吗？我们在这个世上难免有各样的事缠累我们，所以我们要先将产妇包、得救包准备好，然后在阵痛开始，在终局来到之前，我们可以每一天靠着神，借着主日礼拜、小组生活、祷告会、圣经共读，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带领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一起过圣洁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就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将撒母耳带到圣殿献给上主之后，他所做的祷告，这也是我们面对终局所做的宣告。他说，上主使我的心里充满喜乐，上主使我抬得起头，因为上帝帮助我，使我快乐。除他以外没有圣者，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他审断人的行为。上主能使人死，也能使人活。他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再回来。他从灰尘中提升穷苦人，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困人。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他在上面建立了世界。上主看顾他忠信子民的脚步，上主要审判全世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使自己所立的君王昂首凯旋。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下主耶稣，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蒙洁净无亏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既然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要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宣告的盼望，来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也恳求圣灵每天引导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好，我们这时候有一首回应诗歌，那么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应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应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生活中有风雨，也会惊惊，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生活中有风雨，也会惊惊，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接着要来进入公祷事项。首先，我们要来为着国家来祷告。那我们有两线，请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代祷。首先为即将来袭的台风康瑞台风来祷告，求主保守，让我们在台风当中能够有最低的受损和影响。求主也保守国人的生命、财产一切的安全，特别看顾在山区，还有在台东还有在南部从东南沿海的地区特别以及在山上容易有土石流或是造成积水淹水的地方，也求主保守的平安能够临到，使人们不致过度的担忧害怕，也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二个，我们要为着在台湾的政治以及在立法院当中为着明年度的总预算的审查案来祷告也求主赐下立法院立法委员，还有各个行政长官部门都能够有敬畏神的心，能够有好怜悯的心，能够为着台湾人民来谋福利，使这些的政治人物不是因着政党意识形态，而是能够在理性共同的对话当中来为寻求达成共识，也能够让政府的施政的效能能够提升，共同为人民的福祉来谋福利。我们一起同心来为我们的国家、为台风造成影响的祷告。这段祷告，我们要请右配执事来带领我们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我们有时软弱，被世界环境影响，求主帮助，坚定我们的心，走正路，不偏左，不偏右。求主帮助，坚定我们渴慕你的话语，遵守你的律法。我们为台湾的政治祷告，求主赐下每位官员在谈论的时候有合一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有谦卑的心，有诚实，有热情的心，为台湾人民做事，用理性对话找到共识，除去自我骄傲、声光、激动情绪影响。谢谢主你的看顾。今天、明天、后天会有台风影响台湾及其他国家，求主保守，是平安。特别在山上，因为土石流灾害会扩大，泥土、石头淹没房子，破坏农物，桥梁断裂，人心惶惶。希望这个台风来得快，走得更特别快，不留下灾害。求主赐人民平安，不害怕。农产业物品保留，风雨不成形，快快的散掉。谢谢主你的爱，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Amen，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要为教会的肢体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那首先我们要为江南教会在明天10月31日即将满59周年，感谢上帝带领江南教会走过59周年，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为即将要进入迎接60周年的各项筹备、预备，还有各样的事工来代祷守望。愿上帝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江南教会能够在60周年一甲子的当中来见证上帝的同在。第二，我们也为着在教会的敬拜部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崇拜部来代祷，让我们的敬拜部门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从我们的个人灵修，还有祷告者聚会，以及各项的敬拜礼拜，皆能够使弟兄姐妹们更加的爱神，求主帮助。第三，我们也为着在本主日11月第一个主日要举行的圣礼典来代祷，愿我们能够预备心，能够来参与主的宴席，并且领受基督的宝血与身体，让我们能够与神更加的紧密。让我们一起同心为我们的教会以及教会的事工参与来祷告。这段祷告我们要来请立英执事带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带领迦南教会走过59年的岁月，成为桃园地区有影响力的教会，也求主保守教会的未来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里，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成为属神的儿女。现在是教会改变的重要时刻，也求主赐下合一的灵在我们教会里，帮助更多弟兄姐妹离开舒适圈，愿意站出来为主所用，为主做工，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也为我们本主日这个教会的这个圣礼典来代祷，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爱神，
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爱，爱神爱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接下来要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今天有很多肢体的代祷事项。首先要来为我的父亲陈茂生牧师感谢主带领他在几天前能够顺利的来完成这个肩胛骨的固定的手术也能够让他在手术当中能够顺利复原。第我们要为着第6组的淑勋姐，就是凯恩长老的妈妈感谢主带领他在这个礼拜的大肠癌的开刀能够一切顺利，也求主保守淑勋姐在医院里面能够得到康复，也能够让她术后能够有好的体力并且能够早日出院返家。再来我们要为着在长照中心的谢松兰老师来祷告，求主保守谢松兰老师在龙潭，还有华手姐也刚刚从医院能够出院回到长照中心也还有沈丽娟姐妹因为中风我们为这些在长照中心的肢体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求主看顾，并且也求主圣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眷顾。第3我们要来为着平柔姐来祷告平柔姐她也因为有胃食道逆流在检查当中有发现肿瘤，也即将安排在11月7号礼拜4要来进行切片的检查，求主保守平柔姐她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也能够把一切的结果交托给神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先一起同声来为这3位肢体来这3件事情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为着我的父亲陈茂生牧师为着他的手术后的愈合这个愈合向主献上感谢也为着永春兄他能够在这个口腔的手术后也能够复原也盼望求主带领他以及淑勋姐，还有住在安养中心的松兰老师、华手姐，还有丽娟姐，也求主看顾保守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主的看顾和保护，也能够早日的出院。主，我们要为平柔姐妹来祷告，也求主你赏赐平静安稳的心让平柔姐能够有信心，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四大点，我们要来为王春梅姐妹来祷告。春梅姐她也是在做化疗之后会造成拉肚子，以及肺部仍然有肺部的积水也求主来看顾医治保守她求主来怜悯，让春梅姐她有好的体力，并且能够有胃口来面对化疗的各样的副作用能够得到医治。第5点，我们为着第10组的秋明姐妹的媳妇佳音就是嘉平的太太慧芬的女儿来祷告，为佳音她的预产期在11月底，也求主保守在这预产期当中能够一切顺利。第6，为着静怡师母的父亲赖兆明长老也在昨天来进行脑部的引流手术，那也手术非常的顺利，目前还在医院休养恢复当中，也求主看顾。以及邱垂顺弟兄他也已经完成了脊椎的微创手术那也正在恢复和休养当中愿上帝来看顾保守。我们一起为第4点到第7点的一些肢体我们一起来代祷。亲爱的父神，我们要为春梅姐来向主献上祷告，求主带领春梅姐，让她能够有好的体力，以及在化疗所造成拉肚子的现象，还有肺部的积水能够得到好的改善，也能够早日康复。求圣灵帮助我们，为佳音即将要生产，求主带领佳音姐妹在产前当中能够有强健的体力，也能够有健康、平安、喜乐的身心灵。祝福家平、佳音以及他们所即将要迎接的新生命，有主的同在。也为着静怡师母的父亲赖兆明长老感谢你带领他在手术当中能够平静，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让他有好的体力，也能够继续在抗癌的当中能够得到主的引导。也感谢主带领垂顺兄他能够有信心，也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并且在
恢复和休养当中，求主让这个垂顺兄身上的疼痛能够完全的离开，能够得到主完全的医治。主，我们也为教会当中各样病痛的，或是我们现在在祷告当中，在线上当中身体有不适的兄姐，也求主圣灵与我们每位肢体同在，看顾保守我们，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保险涂抹遮盖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病得医治，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靠主得着刚强。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为教会的青年牧区，为青年牧区的年轻人能够与神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不受到世界的引诱，也保守青年的身心灵、学业、人际情感，让每一位青年在他们的生活日常当中都能够经历神的信实与同在。第二位青年牧区的闽源小组长也是执事在2个月前发生的车祸后续的调解能够顺利，以及保险公司各样的理赔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以及为着青年牧区正在邀请2025年度的同工，也求主赏赐在智慧与能力，让青年牧区的同工能够更加的同心合意，也能够在青年牧区当中带领更多的影响更多的学生，带领年轻人来到教会来认识神。接着为儿童牧区来祷告，求主带领儿童牧区，也同样在准备2025年度的牧区的牧养，以及阿嘎佩的聚会，以及小组，以及在儿童的事工上面，也求主带领能够有好的配搭能够让特别是在同工老师的教导上面有主带领以及强化阿嘎佩领袖小组。第二点就是阿嘎佩的领袖小组的功能，让同工老师在事工讨论、教学、备课，还有学生关怀以及同工的关照等4个方面都能够健全平衡。我们一起同声来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来代祷。谢谢慈爱的父神，让迦南教会能够有青年牧区，能够有许多的年轻人能够继续的参与在教会，能够来到教会得到关心、造就、喂养。我们也为每一位年轻人他们的身心灵、学业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情感来祷告，求主保守年轻人不进入那少年人的诱惑试探当中，而是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在神的国度、神的圣洁和公义。主也求你看顾特别在青年牧区的同工，以及闽源小组长他的这个车祸后续的调解都能够顺利，以及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正在邀请2025年度的同工，以及教会的各个部门，主也求你赏赐预备让每一个被邀请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甘心乐意、愿意服侍神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好的装备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贵重器皿。主，我们也为着在阿嘎佩的领袖小组，能够让同工老师在讨论备课、学生关怀，还有同工的关照，主每一个层面，主都有主的看顾。也感谢你让每一位的老师的付出辛劳，愿主纪念报答赐福。我们这样子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恩典温殿北北火狼好来做我们的回应诗歌，让我们向神献上感谢。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
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你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感谢主，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咱，只要咱相信，就当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稳定，甲上帝医治。咱伫拄则8点政府已经有来宣布，明仔咱伫桃园、桃园是停止上班上课。那求上帝，让咱伫风台天、台风夜当中，愿上帝保守大家都能够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主献上感谢祷告，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台风夜的前夕，我们能够一起在线上共同来祷告。也愿上帝你在我们的当中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特别为着现在还在外面工作、上班或是住在外地交通往返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众人都能够出入平安。特别在明天和后天台风的影响当中，愿神你掌权在全台各地让我们都能够在这样子的当中更加的警戒，也能够知道上帝你的日子来到，而我们能够像是那预备好聪明的童女一样警醒等候。主我们也特别再次为教会59周年的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向主献上感恩，也求主同在，继续带领60周年的脚步，也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每一天经历神，活出上帝的美好。我们这时候要同心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祝福大家晚安平安。晚安，晚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拜拜。